講人吼，該後愛啦吼。佢講佢是甲養伊只來啊吼，伊只就寄機子吼。講佢都含去種頭，含去山的種頭，會死伊個只袂記養的吼。佢講吼，只頭吼，一個送的頭吼，都本佢是甲養的來的啦吼。甲sap熟的頭，伊都本來只袂記養的，物件記子。佢講伊兩兄弟是山路種頭，種個頭送的都好賺咯，係種個頭冇送的因是冇賺。我兩兄弟都去的，都行，兩兄弟都對到吼，對到個頭都夠咯，然後熟的都本只太鹹到，送的都本只夠鹹到，了一行一種。種個只高的頭都送了嘛吼，只高就賺了，賺只太就點只來賺，等只頭送，都第二唔曉送，第二唔曉出嘛吼，都冇頭冇送都冇好賺，結果就變到幾個了。太見阿哥第個都都用杯用見只個吼，就叫第個挨個喊聲，挨個下都聽到，頭一下聽到挨喊聲之後，聽到個幾個掉到台上，不願講挨hết在頭吼，冇看到。聽佢不願講，搖到台上第個，我跳上當地人前人看，我妹就講叫假是第個掉佢講吼，我妹就講係聽啲故事啊樣顯掉，佢都是講只太見只個，太弟弟太阿哥第個，變了第個掉。太見阿哥，細阿哥第個，樣顯啊！這就是家妹做先的，愛會袂記養的來，會落去是家的來，要會因會提記，講笑，好，拜拜，再見。